请到嘅係苗栗市，全台灣17個沿海市地位客家人口比例最高嘅苗栗市嘅市長邱炳坤邱市長哦。我想邱市長先針對前討論嘅詳情嘅題目嚟做一下回應，好冇？我就先回答，加下一個沙期理事長莊相嘅也提出問題，就希望市公所做的判也係沙期嘅講嘅種子啊，種子社區種子培育啊，按那個建議啊，以後啊，以後尤其像嘉盛沙期啊，佢當年也有判也嘅九年做嘅，我向也嘅學在睇嘉盛沙期咧，他個嚟結合，我希望講路路嫩嫩啊，路路嫩嫩，他家族做的學得會做辦嘅啊，學得會做辦嘅，也係。是啦，也係一個文化，做得比傳承下去，我都回答埋嘅。咁另外呢，家下一個王定強王太子，因佢讀書嘢，佢講起來嘅東西嚇，後邊人都會想，來到苗栗，按你寫一案部，另外大家批來就下來嚇，佢按你實在講一大爽啦嚇，一大爽。嗰個縣政府呢，佢係補助本嘢到呢，補助講你來苗栗。來寫案部來設計傳翻，按呢時候縣政府補助越多，嚇補助2項3越多。佢按呢都大家批論就實在一大爽，所以樣嘅程度嘅文化咧。咁你留李行稍嚟聯絡一下。結果嗬，李行稍嚟留你苗栗市嘅嗰行場。結果嗬，我以為係按嚟啦。係。譬如講，立法飯店、王府飯店附近有嘅移民廟，其實苗栗移民廟歷史比。一個新聞移民廟行較早，行較早，因為一個人一轉嘅時候，實體一運轉去嘅時候，運到苗栗來就掂下來，到苗栗停下來嘅，嗰陣繼續往北行，轉到嗰度，有啲客家嘅咁嘅嗬。所以一個歷史呢，老古家冇乜嘅留下來，歷史也冇乜傳承下來。其實我一定要承認，做過按嘅計劃，停一個。條by文建會啊，但文建會有下邊文化鋪，有好多文化鋪，可能文化鋪會較好啲啦。文建會講下冇談到下邊歐龍關係啦，嚇歐龍關係。佢做馬計劃哦，佢冇馬搭上啦，嚇，有類啲啊。個天意呢，嚇，像係強廟，車木祠堂，佢有100年以上嘅建築啦，個10年嘅東西，佢一願意講政府嘅假設做得成嘅，嚇。來協助嘅話，列為顧家，佢一願意行下上來。前段時間還有唱一個觀光局啊，台灣一個主管，佢有看過，佢講苗栗南苗係一個清好嘅寺廟文化，啊，宮廟文化，就講到一個一個地公，嚇地公下來。就天后宮馬婆過來就文昌爺，文昌爺金峰咧唔係控制你嘛，文昌聖君啦，所以講按呢個一個你打轉來都係個苗栗美食嘅，所謂美食嘅講到要千百啫，當時要係古啲嘢嚟撞咧，古啲嘢嚟一天數撞咧，但是呢。一下嘅屋主啊，佢哋屋主像老人家，有嗌那要按3萬我去做乜嘅生意，嚇，包括嗌阿嫂，嚇，喺度嘅度做啲，嗌那要按3萬我做生意，只要市場去傾嗰條老人家，佢買辦嘅老人家，我喺咩來嘅度嘅，嚇，買辦嘅個厝嘅啊，根本厝要保溫嘅，保溫咧保鮮嘅嘅嚇，同30米厝嘅咁樣按咧，嗌市公所會做本，條牌嚇，市公所係有錢嘅，嚇。也係罷工做唔得啦嚇，也係啲停嗰度買辦嚟嘅送美國，買辦咩送咩咯，做到 sell， 停隔壁一個，個市場啊，喺埋去嗰度買啊，買本貴係，佢傾唔可以行啊，傾唔可以行，所以李總吧，李總知啊，還是努力過多年喎，但是他家嘅概念也都客家人。好，我想講佢訪問你台下嘅鄉親嚟發言嚇，係乜嘅？好，兩位先生，苗栗鄉親大家好，我今輩上去講啊嘛嘅，苗栗市啊，過去做係2條路點點，南北拖啊，中正路、中山路主要2條，民國60年左右啊，開闢加一條一個福建路，
只有3条的南北通路啊。南北通路为美丽也出来了10多年来吼，也都可以了，变成南美话吼，见落后啊。我就想打拜托田的市长讲啊，市长，苗栗啦也生意啊真无呢，差得真多呢。我根本要提早安尼本个市长落台。我喺微信客家文物馆，我喺理事长係4年經驗呢。甲市長係講我大量日本、美國嚟一來，咁美國人係講睇唔出啦，伊個反應咧，佢講我係按老嘅屍體也咪一隻啊。喺美國嚟講啊，講按老屍體咪一隻，啊屍體當然打算嚇。就講文物啦，也做為一到位嘅嚇。在苗栗啦，雖然係800平嘅4年土地都經營咗。文物館啊，吼，東西不少啦。我個記者吼，王小姐啊，也有看過嘅吼。但是也始終係提早安呢。那幫人的寺廟，加一個文創嘢，還有個馬祖盤那上帝啊，吼。我也希望就講，南面嘅3座寺廟500公尺內面吼，也個走廊啊，來改善一個新風貌啦。人講嘅美食叫做南美話，當多人客來啊，我乃什麼嘅？真係遊覽台嚟講，喺美食街行一下，我個知道也冇事嚟啦。嗬，咁有人提講沙區有嚟經驗，喺咩嘅節節嚟改善一下，沙區嚟一間屋，買嘢嚟租一間屋，按你嚟買東西幾條嘅街啊，最有是最發展，嗬。感謝，感謝你位阿伯哈，還有那個鄉親，針對你市政好兩位。感謝客家電台本來嘅機會同大家你苗栗鄉親嚟打嘴鼓。我按照談到像家都一下有啲官方嘅用詞啊，就全部都客家建設啊，就談到呢度啊。我追求呢談到一個首先呢，佢買佢哋高鐵站附近呢，想去做那個客家土樓個民事書院，因為客家人唔係講閩南人嘅民事書院。然後呢，個河壩呢挑戰一體育館嗬，去做清水公園。這清水公園呢，一下對北市大橋挑到頭大橋，一歸路嘅路呢，嗬，個路順風嘅梯呢，全部都幹油梯啊！我就將我哋建議市長嘅下，一幹油梯係咪配合嘅加嘅我哋桃竹苗生活圈嚟做一個台灣客家農業生態園區，乜嘅我哋生態園區呢？然後全城嘅客家文物館啊，全部都係我哋硬嘅啊，我哋靜態嘅，生態園區嗰個山河園啊，一出誒山河園，啲嘅國有地方咩掉嘅山河園啊，放出美國嘅印第安納州，印第安州保有咗印第安納文化嘅時候呢，點樣去保留呢？就用葉片制的，山河園咩都嘅加工嘅度農業生態園區度項，咩的10戶啊8戶的嘅係，用葉片兩樣長期去嘅度係，嘅度做本太簡易嚟看啊，嚟帶通人家客家文化嗬。馬總統講啊，長山到虹橋、上海虹橋之上開通嘅啊，叫一路生活圈啊，台灣的工廠靠樓一下去。上海工廠可能還開下飛，啱頭轉到10番角到梯石，一路生活圈。人家台北市呢，咩可以呢？20多分鐘嘅高鐵啊，冇多30分鐘，來到喺度食客家料理啊，做得啱啊。所以講，我係想見咩這樣嘅機會來，客家天台本來嘅機會，我哋建議市長看下個可行性有沒有？好，感謝，感謝你，謝謝。太哥，好感謝。好，講老實講，嗱高鐵苗栗實戰嚇。響年代可能咧係咩配合人高鐵呢種嘅相關嘅做要建設啦，嚇！我哋喺呢位睇個意見，阿請講，呢位各位鄉親，大家晚安。我相信大家講廣東多幫涼嘅事情，各位辦嘅這事情哈，大家就當關心安尼問題哈，客家文化問題。但是啊，我哋要請教市長哈，苗栗市啊，也所有建設咧已經飽和哈。我想到苗栗市哈。有一個太平洋園區哈，以前的
国防部的营区哈，也已经完备苗栗县政府哈，啊想请教市长，让的迄老县政府交通哈，利用亚搭梯来做好苗栗市最好的建设。同时也为苗栗市民哦带来产业的机会，这个亚这部分哦，请市长好好的来构想一下，共同来达标，谢谢。太平党好，还有那个乡亲，好两位太高，做凤山的哈。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有2点市政要同市长来建议哈。第一就是讲，苗栗市当多安尼。超過40年以上嘅都市計劃啊！嚇，政府要唔來開路，要唔來嘅起手睇嚇。你講起手睇本來做福嘅，係咪政府增加當多歲數？啊，記得市長嘅爸爸阿富伯嘅糧食，足有也嘅安尼，也成下經驗嘅安尼，等我澄清楚本市長嚇，來檢討一下嚇。檢討咧超過40年以上嘅都市計劃係啊。安尼攞都市計劃唔合一下時代嘅咩？係未來統派內啲檢討啊，嚇！唔好問老百姓按度演員啊，相信當多安尼人輸害嘅人嚇，一點嚇。第二點啊，就要同市長建議講，南苗3個公園啊，嚇，係苗栗市嘅門面，嚇，啊好好嚟整頓一下，唔好當年做按度嘅流浪漢度嘅尖地呢。做出來的環保與公益，所天啊出妖嫌到嘅時候，係咪整理好啊？各位也講建議橋上就講來做地下停車場，本來就人客來多啲嘅嗬，南面嘅上前怎麼繁榮起來咩嗬？以上簡單嘅2點介紹嚇。好，你下台下向前發言從文化轉向產業呢方面哈，顧文化嘅也顧都市啦哈。好，想請教你嘅市長是講，針對台下應該一位先生講到，那交通嘅問題哈，係咪從做嚟做下好嘅改進啊？哈，係講從嗰種係，如果從個田園市啊、馬祖廟啊、文創嘅，一做聯絡起來，規下就下好嘅就做係文化行程嘅。我個同理長啊，都談起講一個路的問題。啊，佢建議是一好啊，但是苗栗土地都按合天嘅嘛，都按法嚟天啦，哦，就按法嚟天。簽到較法啦，冇法都綁床來啊，冇法綁法來啊。但是呢，老實講，頭擺徐向坤先生啊，做一個水資源局長噶嚇，清有心，聽郭市長，郭前市長。計劃到也要將一田寮村嘅規則嘅加改起來，加改起來做停車場，入嚟做替代道路。一個停車場咧，提起規劃報告，加下水利費嘅代表係頭擺嘅一個水利聯合會嘅總幹事，很多一個馮乜嘅會長，馮東岳先生，馮東岳。到其中報告嘅時候。也係馮東岳先生代表台灣嘅水利水利會去參加嘅會，但是呢，等到佢做苗栗做會長去嘅，也就按呢到期末報告，他講要出錢來做咧。苗栗市公所也準備到2000萬，1/10嘅錢要批核，加2億人嘅工廠費，也就馮東岳嘅會長，好點提出講。也得要使用哪個的水橋啊，使用費要搞出來。使用費搞出來。水利費嘅。水利使用費要搞出來，水利費算到嗬，使用費算到1下億啊，比工廠費較多。咩都睇下嗬，坐啲啥，唔看捱看。捱嘅。係，連個徐向坤先生，咩都冇干冇曬，所以講根本嘅。田寮村啊，本身當時都南苗，一出嚇都有個美食街嘅一出啊，要做一下，做到加深，結果就因為馮東岳先生啊，一激發，咩都睇個身體嘅，所以也係實體郭市長當時一個期望嚇。你係有可能高鐵啊？你冇？我前幾日啊，我個理長一條提起來嘅時候，我交代啊。交代我嘅主管，我再重新研議啊，
一个新东嘅新东橋上下游接到一個南面新村一度一島嘅呢，係唔係嚟想辦法嚟裝，但是要關係到一個人嘅一個使用費嘅問題，係公用就唔是錢，係收費就愛錢。在安尼情況之下，我拜託水利會長，我家係聽數前面立法委員佢嚟中央簽到錢，也喺我度都根本嘅同大家宣布嘅，就講有安尼嘅話，有安尼想，先做一節嚟出來，做一節錢按樣處理，由水利費去嚟做，人都唔是叫錢。至於講一個佢還有講，河壩順嘅公有地，係咪做嚟做嘅客家農業生態園區啊？然後兩個高鐵嘅最重要嚇。規則嘅計劃，唔像介所講嘢啊，一全部嚴重到嘅計劃。佢一樹也後龍海5米以下水，樹到嘅向嘅時候，其實經過嘅過濾池，然後打到嘅清水公園，所以嘅清水公園呢。喺埋日本是一條生意搞太陽設施一條去搞水用嘅，所以個部分呢，係行愛滿過一個縣政府嘅規則嘅計劃。當然講生態嘅問題係全面嘅共識啦，因為全面嘅需要，人家做乜會按協商？按協商原因都係，人講土地面積當過嘅水啊十分少，樹係十分少，所以造成到人家就根本一個協商嘅天時。一個問題係較排斥，也唔係講強悍方面，同縣政府來聯手。即係對老縣政府提下建議嘛，做得。那我一種咧，佢豐富樓太平當嘅洋氣，八本縣政府嘅面前個倡議員就做嘅建議，縣長嘅愛將你嘛縣長愛將，其實做嘅建議啦，佢拿來滿挨，佢家滿太平當咧，對樣嘅太平當，對樣，佢建議。當過嘅土地啊！你成日市長起嚟強勢啦，用佢強啊，又嚴重到嚇夾啊，係嘛？縣油地啊，一係縣政府嘅，縣政府頭擺有想過做一個講密宗嘅嘛個文物館，也係嚴重冇嘅。但是呢，嚴重要同一個義大世界啊，義大世界有聯絡，高雄嘅義大世界嘅有聯絡個亞島裏邊開發，縣政府嚟協助，也係一個方案啦。當然咩有人係建議講，亞島係咩嚟做？加工廠，但是也上台灣有乜好加工咯？好，講到錢大家都知道頭腦動通啦。不過錢係萬能，冇錢可能是萬萬不能啦。好，針對你苗栗市嘅市政建設，係咪想發表意見？請騎數，好，兩位先生。大家好，我想問市長中正路、中山路一出停車問題輕重要，大概視察停到2分鐘，又俾人吊走嘅。像市長可以有冇辦法解決咧？啦，大問題，長期冇辦法解決嘅問題。好，路順停車嘅問題。對。好，感謝你位太哥。中正中山停車問題，我同大家報告頭擺做市長嘅90%嘅人反對收費，90%，至於10%嘅人講也做得啦。但是也係目前中正路、中山路嘅人有70%同意收費，因為他家本一個差異標這標我唔現就咩都突然樣，咩都冇成理嘅咩都冇成理。尤其遇到安嘅查標人面前佢師傅一撲錯片一查走咧，你按呢個時候2-3分鐘都在，佢專業都有問題按呢種，所以做成理行家唔是講嘅，佢都冇成理。那安尼問題就一出同縣長嚟報告縣長要詳細考慮啦。用請一個運輸研究所他向下來相關除咗收費停車以外，係唔係還有其他嘅必須要做到嘅配套措施安尼個部分呢，我哋係繼續同縣政府主管嘅單位呢都溝通討論當然縣長也要考慮到收費落去。我1多年，都罵冇，也係民主政治同一度上罵都贏罵上罵贏罵，個安尼時候，造成到沙飛安尼不安其他要係考慮嘅因素啦，但是我哋有個前幾日咧，有一群後生嘅，有一群後生嘅，
去检验长，同苗栗的计划啊，就我安尼提出一个建议，其中有一项也是停茶问题，希望苗栗也个中正中山要停茶。但是我对下头同大家报告一下，实在讲我去日本看准了，日本冇路边停茶，但是佢乜嘅原因呢？佢沙期啦，那度佢都做當到停茶場，也係按都市計劃，都市計劃冇做好，所以也回應講加油，有嘅講40年嘅都市計劃冇做。其實台灣都市計劃呢，40年前登落去也係一改唔得，也係重新來畫。聽人批人物嘅畫個態度，加行卡太細咯，那個行卡太細了。但是一樣嘅咯，政府做得起手冇，起手落去，沙皮行卡亂啊，有個都市計劃，所以有錢就做一些，有錢就做一些，有錢就做一些的。最後我想要請教一下市長，是講你喺第3任嘅苗栗市長哈，其實你對苗栗市有非常深嘅感情，要懂得嘅了解哈。該當市長嘅未來嘅任期地位度，針對苗栗市嘅市政，還有乜嘢想法前景，做嚟講俾你所有嘅市民來了解嘅。一道車所有鄉親本邊佢有按機會再繼續來擔任苗栗市長。當然責任一重啊，責任一重，所以我哋也要請拜託咗一道一個較專業嘅同市公所聽出上下嘅聽出上下，有就所謂市政顧問同埋聽出上。譬如講我哋一下綠美化部分，我就請苗農森林科同一個園藝科嘅主任，當中係中係條嘅市政顧問。所以要客家文化環境嘅改造，就請聯合大學客家學院嘅一個先生以外咧，特別也請到黃定瓊先生，黃定瓊先生、鄭桂良先生，一條對客家文化要深入研究，嗰個都純種嘅客家主題啊，純種嘅客家主題，嗰個書也讀清楚，研究也清楚，按呢個人嚟擔任苗栗市嘅客家環境嘅改造。所以另外呢，如果讓嘅在傳統同現代人當中，都係要保有，都係要人講嘅共存嘅目標譬如講綠美化，要做好啦，一環境要做強啲啦。客家人特別係全世界最優秀、最愛強啲嘅民族，也係客家要。外國嘅資料有記載嘅，唔係人切下判結果嘅，唔係人切下判結果嘅。所以在安尼狀況之下，讓我哋苗栗做到真係優質，要文化，要文化。一下人現在都唔係行下個北位隊友做社會，而家除咗台東人當有安尼，喺種唔一就去看呢度嘅，唔一就咩會慢慢嚟看啊。做人嘅改變啦，文化嘅層面啦，對人係一個相當重要嘅一個影響，所以講你都講到一個插曲，一下日本也好，也其他先進國家也好，台東人係咧有台東人係咧，日本人係咧有日本人跟外國人係咧，也都一個文化嘅差距，所以讓我建立苗栗有一個有文化有優質嘅社會，也係我哋嘅目標。看睇見邊嘅市民有用咧，像老市長有用啦哈，是講啦，其實苗栗市係有進步精神嘅地方，當到嘅鄉親呢，對呢個攀了19年呢種嘅幫助呢，又提出很多嘅建議，希望如果佢行下進步，苗栗也係啦，有300人開發歷史嘅就老嘅城市，唔過有很多創新嘅部分，比如發展有辦嘅節，有標誌嘢嘅節，嚇，像呢種嘅有歷史有文化，也有創新嘅部分，呀苗栗真好，我來海洋地，望來喺以前再來聊啦哈，當然你苗栗市青島嘅社區團體也出得你鄉親嚟苗栗老了時節去認識咧，比如發現你講嘅維新客家文化館，比如發現你嘅苗栗客家文化學院，甚至苗栗社區大學都出得你嘅鄉親，甚至對你苗栗市公所嘅網站去了解下，到底苗栗市有乜嘅好食好料好高地方，所以認識客家文化要做得搞到親滿意啊，認識咧就好山好水好天理嘅福氣哈，也感謝今日嘅市長，什麼睇牙安子說什麼？他家跳下來，下說講苗栗親家，苗栗親好，歡迎他家來，好冇？好啦。
努力请假。